国际新闻来关心以下冲突。以色列甲调解者已经同意暂时停战6礼拜。调解是哈马斯就爱甲临时放出来，也毋过哈马斯是还未回应，因为哈马斯原本是要求讲爱全面停战。另外，针对也门青年运动最近伫红海甲阿丁湾攻击上阵的行动，美国甲英国联军顶礼拜六嘛攻击也门国内18个青年运动的据点。 3至4个婴仔去伫一个原本只互一个婴仔使用的新生儿保温箱内，这是加沙走廊南部瓦近埃及边境城市拉法的阿联便伊目前的困境。拉法即马大约有140万人，其中有真侪是为着要逃离战争走来者，欠水欠粮的日子真艰苦。伫以色列互哈马斯杀害、甲封口阿人质的家属日子也无好过。 They will never dance again. 以色列目前一边烧战一边讲停火，总理纳塔亚胡表示，会召开内阁会议，批准伫拉法展开地面进攻，撤离平民等相关行动。那顶礼拜5伫巴黎有一场调停，也有进展。以色列甲其中协调的美国、卡达、埃及已经同意暂停停火6礼拜，来换哈马斯手中大约40名人质，主要是妇女甲长者。那规定以色列增加数百名巴勒斯坦人是会当释放，搁增加对加沙的人道援助。 美国甲英国二是联手打击也门境内的青年运动，佮讲乌塞武装的目标，以回应因最近对红海甲阿丁湾船只增加的攻击。美国官员表示，美英联军的战斗机攻击8个据点，拢总18个目标，击着也门的导弹、发射器、火箭弹、无人机等武器库、甲防空系统，也是自1月12以来，两国第失败对青年运动的联合行动。青年运动谴责美英侵略，就抓继续采取军事行动来回应。公司新闻温文林编译。